自信那种。我真的是那个人了。然后那说，啊，你再蒙一个，再开始。那干脆这样，前面都行，前面都行。我真是那人了。我说对啊，不信你看看手机。哦，可以。哦，这样也行。我这手机这搁手拿着，动完之后，所以我现在真的是那个人了。你这节奏特好，你看这节奏特哇！我就看你那个感觉到，你把手拿我这儿，开始赵四儿话，一个脏话没说出来。我对都来几个我这是不是你那个特好？不行，那不能说的，他都不让说。所以刚我这儿，你呢？对。